真侪人为细汉食到大汉的四小碗乖乖，讲最近变无乖啊！甲这个加买酒的牌子推出着联名的商品，变做大人味咯。其实四小碗界最近这几年拢研发着创新的口味，有榴莲味，有盐酸味，就是要来挑战着消费者的嘴。 说到饼干，你们可能会觉得是小朋友的最爱，但现在连国民饼干乖乖也变得不乖了吗？我们看一下这个口味，它是写威士忌酸酒，你试过了吗？陪伴大家大汉的乖乖，这边的口味，唔是大家是溜溜定定食的牙齿，或者是五香口味，是大人较喜的口味。看起来像那种乖乖那种东西。它就是乖乖。哦，是乖乖啊。 那你有吃出它是什么口味吗？就是酸酸的。对，酸酸的，很像爱吃那种味道，带一点微微的辛辣那种感觉，啊，然后就很熟悉的感觉，不是？但是我就一直想要猜那个味道，猜不出来，还不错吃啊。试食真侪喙拢食袂使出来，答案公开就是点头讲滋味有成哦。乖乖这边和加买酒品牌合作推出4款联名商品，倒打调酒和番麦制饼，和传统商品变出新滋味。乐事是勇敢挑战，推出榴莲口味，同款下真侪人讨论。另外，多料多煮和新泰龙推出盐水口味饼，滋味真特别。网络顶介绍。 甚至炒关价起袂八倍，民众食起来口感感想是啥款嘞？还不错，咸酥的。它是香菜口味啊，到最后的时候才有一点点，可能是我的口感比较差一点点，不过还蛮好吃的。好像是什么海鲜的。它其实是香菜口味。香菜啊。 有点奇怪。消费者是很容易喜新厌旧的，所以当这些业者他必须要能够去巩固对这些所谓的年轻世代的消费者不断的尝鲜，就可能会透过所谓的创新产品或者所谓的一些猎奇产品来增加消费者的兴趣。不过专家嘛提醒，虽然趣味的商品会当互业绩享有正权，不过要如何互消费者永远赏这味，要久长做生意，都爱抓到消费者的心。 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